国民党最近因为选测会名单内底有牵涉乌金的人引起争议。新北市长侯友宜就伫面册表示，国民党爱技术乌金。今仔日国民党有开记者会，表示选测会受外界误解，所以决定要停止运作。党中央的这个选测会终止运作。国民党最近因为选测会的组成名单内底有牵涉乌金等等政治人物，引起风波。特别在时紧急召开记者会，宣布因为选测会的功能和外界误解，决定停止运作，回归到原本的提名机制。整个事情的发展，我们势必要做出一个适当的调整。 来回应社会大众的这个期待。国民党籍新北市长侯友宜16日伫面册发文表示，无度接受乌金。根据了解，侯友宜17日甲国民党主席朱立伦通过电话。特别在时，伊参共党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捷运环状线的开工典礼，强调伊甲朱立伦对反乌金都有共识。我们一定会齐心齐力面对这个问题，把它做更效率的解决更多人民的期待。连者人之表演，好民之表演。我想国民党应该要坚持它应有的价值。国政党当咧积极准备2024大选，但是根据台湾民意基金会的民调，第3个月时间内，国民党政党认同者是为31.6%落到23.1%，民进党方面为30.5%提升到33.8%。国民党一定会持续的倾听民众的心声，来积极的回应民意。国民党表示，选测会停止运作了后，所落来的提名方式会透过党内幕僚提名，交予中央提名委员会通过。委员会是由党主席来调集，会邀请包括县市长等重要角色来组成。选测会引起风波了后，所落来提名敢会当予大众接受，就看落尾国民党安怎行。记者郭明成、最友台北新北报道。